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4，诗篇77篇1节安尼讲：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，我对上帝出声，伊要压耳孔听我。三个来祈祷，压耳孔听阮求救的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对创世以前就认捌阮，你对阮未出母胎就定着阮的一切，主啊！天地万物拢伫你的旨意下来运行，也照着你所定着的界限，互因袂会盘过。主啊！阮一生的年日，拢伫你的手，你予阮的恩典极其丰盛，因为你是阮的产业，你是阮的福杯，主啊！你要固守阮应得的婚约，阮要感谢你无线，主啊！伫人生的路途中，时刻充满挑战甲困难，这时也予阮的脚步歹行。重担压迫真是艰苦，头前暮暮找无路，主啊！总是阮要对你出声求救，你要压耳孔听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